岂能不见？哎，李个姐，不过
不过怎么样？不过苏三姑娘啊，她有病哦。既是有病，我们就赶着再来。哎呀，王师兄，请说，请说。你晚上什么话巧？当个王三公子，还为少年之故。好，等我进去看看。要是他肯出来啊，是你们俩的勇士，也是你的勇气。好，师兄。哎，位师兄啊，既是苏三姑娘有病，我们不要使妈妈为难，来日方长，下次再来就是。哪里是苏三姑娘有病，是妈妈有病。妈妈有病，方才妈妈不是有说有笑，正是妈妈有病。她生的是人之病。想那妈妈如此弄巧，那苏三姑娘一定是十女上结了。哎呀，王师兄啊！苏三姑娘身高高，进度名句称头条，四九正一落一哟，长得比喻杏花毛。谁唱青楼牵手桥，能弹梨园把中调。豪门王孙都见到，此君上过天子笑，今日怎能来相见？苏三姑娘呐，哎呀，来了。师兄也不真不想。请坐。苏三，来，这是王三公子去见过去。苏三，苏三。师兄，叶弟，你我在此多余不必，暂且为避。我是方便。请啊，请啊。二位师兄要往何处？这里有苏三姑娘陪你。我们到后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了。请啊，请啊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苏三，苏三。请问苏三姑娘法名？苏三。哎呀，对，是叫苏三，是叫苏三，这我早已知道了。今日乃是慕名而来，哎呀。王金龙上年门东做事旁，从不知今日家里谁是
恰是那平湖关的怒气光，苏三是几不多少，情侣看，送礼起是此中女。少年郎，是我好妹问姑娘，你此生怎会这娇芳？三是只为家贫玉簪花，是与美生也待长，将以欢笑作用长，满身奉父之命来受斩，埋人在十文法名，今日又要为姑娘。姑娘啊，我要想我要下金儿雨，上来我买把姑娘是
王师兄。哎，公子要走，莫非苏三怠慢不成？哎呀，不，我还有事，就此告辞。哎，王师兄，王师兄，妈妈，这些银子就作为所致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呀，明天来呀！妈妈，我帮你王公子明日再来。好，明天来，明天来。妈妈，叫上好运，可不要忘记我们的好子哟！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。好，明日再来。明天来。哎呀，苏三啊，送卡，送卡。想不到欢乐场中，一种人想当一杯清茶赛把呀你啊，哎呀苏三。快来！哎，妈妈，酒宴可准备好，三餐海味，美味佳肴，同房可曾安备？酿出七杯，红烛高烧。咦，王公子怎么还不来呀？王公子正在他去南上晚上进报。哦，哎，不知道他打来多少银子啊？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，3万6千两即可就到。哎呀，3万6千两啊！哎呀，可惜啊，我流出来的地方太小。哎，妈妈，地方小不要紧，叫王公子在后花园烧起暖板来。妈妈，你快可好？好，妈妈，你叫王公子在后院烧一座百花亮的。好，还有，叫王公子在苏少姑娘房中画上彩画彩笔，金杯玉盏。妈妈，你快可好？好，妈妈，这笔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。哎呀，我苏三姑娘能有今日呀，被我忘记你俩的好处啊！但不知几时动工？哎，银子到位，立即动工。一为的。王公子来了，快叫姑娘相迎。哎呀，姑娘们啊，这是王师兄。哎呀，王师兄来了，王师兄。
不离分。生起来泪神仙境，四季再会得仔细。三季你来看，上年一年四季谁？从来是一年四季情意灿烂，春光匆匆不留情。公子啊，留春月里苦上春，你莫要兄得罪了心，三季里不要有伤心话，我真心应该以花来的名。
王生公子，哇啦做什么呀？妈妈，我已经替三姐改名为玉堂春了。啊，连名字都改了。是经过送花上楼，才使我想起以花的名。妈妈，你与我赏他银子5两。什么？赏你5两？妈妈，赏你？哦，到这里来要5两银子啊！滚！哎，你怎么叫经过光下楼去？身上没有银子，还把什么架子？呀，妈妈，这不有你的事，不要你多嘴。王公子啊，手上不要去别的客上，我哪有赏你去经过啊？妈妈，公子不是带来了36000两银子？对呀，我带来了36000两银子，一年里头难道都用完不成？呀！我的王公子啊，36000两银子，难道能用得上一生一世啊？我为你借了不少银子呢。不要啰嗦了，我写信回去，家中银子即刻就会寄来。哦哟，王公子啊，当开建厂10两啊，你写了这么多书信回去，到今天连1文银子都没有打来，我都开不出碗来。对，这里是妓院，不是监察。放去了，老实告诉你，今早啊，你打来银子便怕，要是不算啊，怎么样？哈哈，许过我妈妈呀，无情。这，哎呀，想不到人群如此单薄。想当初，我虽打36000银，前夫后用金玉门，宝儿奉承小莲影，那王八低头迎来生。来宝儿来是我上，再给一座百花亭，先买金杯与肉盏，后买菜袍与菜饼。想不到时光未有与年轻，36000银叫伊花灰尘。宝儿死来催别经，人言相对真情深。劝公子莫为此事太痛心，苏三与你早生命，赶来园里尽是家。自从银子不从情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多事情发奋，青楼岂是居留地？公子啊，你不是早日为难经历。
家事才为门啊！我与你早在下次今生。老于分明，真诚恩心。苏三和尚杀得公子离去，真乃是你哪有银子给妈妈使用？哎。想那妇女不信外借我不少银两，待我问他们要还便是。公子，你差异。那妇女不信是小人，九月之交无情恩恩。去的银子虽下完，只恐怕烦躁喜乐根气人。劝公子暂且人事别离情，劝公子为家多事举功名，苏三列子长相守，愿你金榜照地名。到那时名正言顺来入身，我与你夫唱妇随永相亲。王金龙真名就是，这次我要回转南京啊，路途遥远，没有买菜，乘步那行啊。这些税收你拿去兑我银两，作为路费之用。哎呀，此乃三千下一辈的心爱之物，使不得。哎，既永结同心，何分离物？这世上就手之有鬼。只要公子有飞黄腾达之事，不枉苏三一片痴心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苏三哎，今早啊，是你烧香为女之神，怎么不去烧香为女呀？是，哎，轿子也在门口等儿。哎，是啊，公子要回转南京，穿之不足，我正好趁烧香之便，向员外姊妹商借银两。妈妈，哎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好，啥嘞？啥嘞啊？好陪你姐姐去烧香为女儿。公子，我去就回。快去！快去啊！快去！当初有钱请得意，如今无钱被小人
银子啊？银子我方才不是已经讲过，家中即刻就会寄来。我现在需要。现在没有。现在没有啊？那你就接我走。走，要走要等三季回来。哎，没银子，哪里来的什么赛季四季啊？你追不追？不追我是要滚了啊！你追不追？啊，你追不追？追不追？啊，你，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啊是今天开玩笑的，说的多的是你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这是我家苏三姑娘的岁数嘛？啊，你这个穷鬼！这个退我姑娘的岁数啊！你说这。三姐，我调虎离山妙计友，鬼追穷鬼王金龙，苏三从马卡来。老娘你好家好啊，你啊！破天下无心思，我立刻到绿城园中去把心放。小鬼呀、侬得生气啊！把老娘个脚都打痛嘞！妈妈，我听苏三姑娘送信来的。那是送花来的。卡都不肯接，晚上什么话？妈妈，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哎呦！自从追了王金龙，他天天装病在王中，三天变成气骨上，一哭一闹不蓬松，一是三餐不肯吃，叫他即刻死不从来，死不从。妈妈，你怎么不去劝劝他呀？哎呀，我硬的当来女的好，三姑娘茶根都中用，都中用。妈妈，不要着急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哎呦，我的话都不听，难道我听你的话呀？哎，等我再去打他一顿，快不快了？起来！哎，妈妈！哎，妈妈！哎呀，妈妈！哎呀，哎呀，妈妈！苏三姑娘是你刘成元的要言子，要是耽误了身子，你今日靠谁呀？啊？哎，妈妈！不是我金锅夸口，只要我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定能将他劝醒。哎呀，金哥啊，只要你真的能劝得醒他，妈妈我啊一定从中一杀。妈妈有啥个好吃？赏你银子1两，他赏2两，不够。好，3两，3两。妈妈5两。哎呦，5两啊！好，只要你真的能劝得醒他5两，
呀，妈妈，你这次啊，哎，我就全不行了。好，金哥啊，你确信他呀，马上来叫我，马上来叫我啊！苏三姑娘，苏三姑娘，金姑，你来了，你的喜信来了。莫非公子与下落了？金姑，王公子他在哪里？公子他到底在哪里呀？哦，他是这一位王爷的府上。公子从来都没有提起过，在京都还有一个做王爷的亲戚。提起这位王爷啊，苏三姑娘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哦，他本是哈哈于民，谁不想？威风凛凛意气高，胯下骑的赤兔马，手上扶的青龙刀，正在那风浪关节转吕布，花拥桃上放曹操。这是关公关王爷，我要问的是王公子他在哪里？苏三姑娘，王公子啊，就是在这位关王爷的府上啊！公子是观察院门不对抗，只能落空在关王爷。公子苦了你了苦的我在后头你他头上戴的八孔帽，身上穿的是穿袍，三餐时要等王爷几品到，到夜里行家走行把根桥，这真是度14年实难熬，只盼三七早来到。公子啊，你乖在瓦堂落逍遥，何人谁顾这情爱？苏三气若已知道一半，哪怕是千阻万难将你找。金姑，快带我去见王公子啊！慢，苏三姑娘，你怎样前去？那王八宝儿岂能放你？这便说是好。哎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来，丈夫，我不会唱。哎呀，苏三姑娘，为了王公子啊，你非唱不可。我真的不会唱。快点唱起来！哎，快点唱起来！哎呀，金姑，我不会唱啊！金姑，妈妈快来！妈妈快来唱！哎呀，我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金姑啊，金姑，妈妈，苏三姑娘她疯了！哎呀，你她讲了些什么？我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啊！哎呀！苏三，哈哈，妈妈，他骂你这个老不死，你这个
老不死。他妈，你怎么晚不死？你怎么晚不死？哎呀，他妈，你今天就要死！你今天就要死！你们快！素山啊，素山！起地上降下了一堵江涌，睁一看原来是天降神恩兵。这不是关公、关王爷吗？哎呀，素山呀，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呀？你们快打！怪王爷生气在赤兔马上，手拿着青龙刀，威风凛凛。啊！你是什么？你是来从哪远目的？妈妈。像树上冷落在苦海风尘，谁人若招人欺呀？如何才你啊？你是什么？我在关王庙里少为了一个女儿。哎呦！哎呀，素山呐！哎呦！妈妈，快去救我啊！关王爷他打我了啊！我不会去，要去青云路啊，黄梅路啊！一碰到了素山嘛，我马上叫他去烧香哇哟！哎呀，关王爷菩萨！那一股滚不放，苏山外远，水花舞，怪王爷到乡。父亲，哎呀，关王爷菩萨，我马上叫素山去烧香王爷，我叫他马上去呀！咱家去哎呀，送关王爷菩萨，送关王爷菩萨，哎呀，送关王爷菩萨，送关。妈妈，好了啊，好了，哎呦，哎呀，素山啊，素山，素山。妈妈，哎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呦，素山呀，关王爷菩萨，喏，谢
里嘞。关王爷，他马上叫你去烧香还愿，叫你马上去。哎呀，妈妈，你不要多说了，不然关王爷他又要发怒的。对，哎呀，啥来呀？啥来？少莲，快来，快陪你姐姐去烧香还愿啊！快去。哎呦，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哎，快去啊！哎呦，妈妈，苏三姑娘，我替你劝醒了，无量少年。啥？不劝倒好，一劝啊，反而被你劝疯了。这是关王爷发怒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那个死小鬼啊！你这个滚！哼！哎呀，你是个老娘啊，倒霉！哎呦！当初是他们灌醉王公子，也是用的这一招。几十年一道公道，做得好，清澈观光谁观高？这句叫四个两文中，钓鱼的钓来大江吐曹操。苏三姑娘，快来！经过快走！哎。三人跨步上大道。恨不得插翅飞到关王庙，经过快走！
公子你可牛了。公子，三姐，公子，三姐，哎呀，公子，三姐，想不到三姐真的会来到古庙。素才无时无地不在当亲公子下了。公子，你怎会落到这外光景？这，哎呀，我的也罢。自从你去把相送，我把宝儿兄思想，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挨无此高，我是为不得家乡，惧不得的娘，落魄可怜谁笑？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旧情发吉祥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宝儿是去访八戒来做娘，幸亏经过大水才得相会在关王庙公子，三姐，那是宝儿关你旁，素才回来心思焦，为公子早派外往南是梦梦，为公子爱归神前苦去高，为公子父亲当马爱多少，为公子风尘去闻道思早，赢得金箍心灵巧，屁股妈妈去插苗，张兵张风与张人才能相见，才光庙。回答错，不听三姐正言讲，回京是土太是
说。我决心为家尽到去，我靠。这样才是，小公子满腹文采，出口成章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金榜题名。这是我要为在南京路途遥远，没有盘缠，是何应得？哎呀，三贵啊是三贵。苏三早已想到，这些银子赠与公子作为路费之用。哎呀呀呀！如此在三季相助，是王金龙命该非负。苏三别无他求，唯有一事。三季亲家王金龙无报送命，公子啊！何来呀？李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满人，蜜蜂梨花玻璃粉，但愿花香随我是那蜜蜂，不要一去就无音信。三姐请放心，我王金龙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愿在神前门市。神明月上，我王金龙与赵一的金榜得主，绝不辜负三姐呀！把我的终身伺候。哎呀，对，不能官职大小，王金龙实不娶苏珊为妻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哎呀，公子言重了，苏三爷愿在人前一表示愿。神灵在上，公子非我不娶，我非公子不嫁。追吧！这三姐，今
那边不知何时才能进到。但愿你早日得中回来。既如此，我就不必再进，为来进。你当车在哪里呀？哎，你当车在哪里呀？这位大爷不要着急，在此稍等。谁呀？他要听你当陈说声。哦。哎呀，他也贵姓啊？我叫人夜里本在西人，家有百归金木林哎，百归金木林哎，百户来当金都城。将他依，你说娶她为家去，这身家银子不可的。正夜里三须铺上有名气，金陵三不周天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要娶她为爱妻。哎呀，他一直说，那我虽不读书啊，我当村的著名人子嘛300两，更要当村的身
嘛？一对金子，一对金。好，我这里有人家财之爱，一宿叫人，一宿叫虎。你当初马上跟我回去。哎呀，这个怎么？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成吗？哎呀，我望你大意思。哎呀，我当初啊，举金大王，只需用之相聘啊！哎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们下去私信一封，就说王金龙得罪外乡，叫你沈大爷为他同往南京。岂不是到了山西？假期当成哟，你吃醋了？我哪里是吃醋哟？这是家中已动了一颗严重之病。既是严重的，我不关心。此话何意？我有妙计。你且讲嘞。我们先下对子沈夜令。还是沈夜令，这就是谁命推荐岳当成，推荐岳当成，岂不是一箭谁上吊？一箭谁上吊？用吧严重的，用吧严重的。这样一来，你我许可夫妻恩爱，不对到老。夫妻恩爱，不对到老。我这里有对报，有意下水，我到罗院去马桶官府，快去！你当车啊！你当车！哎呀，你当车！你当车！哎呦，你当车！哎呀，沈大爷，你放尊重些。你当车！你为什么见了我一边原因啊？沈大爷，你去请何时带我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哎呦，你当车！你可知我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！大爷，大爷，你也在这里呀？我是叫你当成不义不的。要当成家在衙门面端见大爷去。沈大爷，大娘送来了羊肉面。
我家大娘真严威啊！哼！牛长春，你也切的吧？我不去。哎呦，味道没好嘛！你就切一点吧。我不要去。哦。哎呦，牛长春，你当我真的陪你到南京去找你那王公子吗？那你带我到此做人。牛长春，我就与你这是了吧。我挂了人家女子一对金，买侬回来做小弟。母亲不行。哎，我这里还有瓶哎，哪里不开？天子夜来忙传情，苏三他梦是初心，以为是好心情为暖情，有才自有用心，失意情意。沈大爷，你快放我走！谁哪有这样容易？你老陈，王金龙一去不进心，倒不知谁知陪伴下佛门。你已是我陈家人，要想回去是万不能。一人离去一人，一张张纸进衙门。三去落寞就衙门，谁不知我深夜里。我亏你搞来搞去，搞去搞来搞我真啊！哎，你老陈，哎来呀！哎来！哎呦来！哎来！呀！不要走我！哎呦！还是我家大爷，我要将你送官就范。冤枉！
旧知结晶不自称，如今春色更心酸。一人比鸟头上钻，要让你能否为我把心酸？所以论今王公子，去世苏山早断。此生爱与君相见，再要团圆亦无缘。苏三，你一路之上宽花上行，解鸟脱心，的的确确与我有对吧？老爸，我好冤枉！冤枉！哈哈！想我中公道，当了一辈子的家产，也不知道听到多少冤枉事，接到多少冤枉神哦！老爸，可怜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为此何时才能送祭天神？呵呵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，还有天大的愿望，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慢慢讲嘞。至于生死太凄凉，情侣没下度时光。好苦的真真哦！尽管离儿梦三郎，还是三门开成伤。大满公子与真情真假，恨的是宝儿团人死多情，拼的功这啊！叫什么事？家母家父伤你既不肯嫁给他，也不该嫁到害死他呀！一种桃呀比木方，那皮是他娘狠心肠。岂不是你嫁得到，今朝为何披甲戴素啊？老爸呀，可怜我是却当成遭受冤枉，恐怕是三落十层无希望。唉，被你一哭，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苏三，不必难过，我们在此协商一为儿解决吧。多谢老爸。好一的天呀！我乘着官子走，还走得气喘。你背着铜家，只为举得动。来，我替你拿下来。不，此乃朝廷王法，是何取得？这个，天高皇帝儿，出了城，为他什么王法天法哦？来，多谢老爸。
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好人儿子都没有一个哦。老伯14年纪上无儿女，不要说没有儿子，连孙子没有期望了哦。老爸实不言弃，苏三愿记住命令，不知老爸意下是哦。我哪有这样好的造化？使不得，是的，使不得，是的，弟弟在上随女儿一辈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啊，哎呀！女儿啊，弟弟没有见面礼，这根棍子就当做见面礼，你趁着走吧。谢弟弟。痛苦声，说什么的娘心坎，谁愿意将亲生女儿送堂门？听说是身体所迫出无奈，分说分离也伤心啊，何苦恩报伤良心？他不该忘恩对你无深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些花银，到头来将我没有生一灵啊！倒是遇见他小脸人啊，无
见后我上门，姑娘你听到这有件事，神老指望当作马路城，带什么良心，带什么恩，还不是望金把你我真听啊！三苦恩夫上神的灵，他不该遥远打来一斗金。每人下人300两，害我30岁苦尽啊！这是应该的事，又要吃个全节，去3次去。是苦恩，必是大娘气到心，她不该夺你一世亲夫君。玉梅同团关红同源，害我冤枉海洋深。一个男人讨了2个老婆，自然引起出海风波。苦恩300呀，有一分张力，江苏山当当恰当来招生上一道，千里走官自为财，官儿不投照，岂不亏了老辈？你不招，他只好用你；他一当，你须招，这同不许退了吗？啊，苏三，你愿天愿地与我永居吧。我要思要想要苦这红洞院内不好生。什么？红洞院里无好人？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好人了。来，将这个带上。哼！我一句话儿出出去，滴滴旁路起身，我走上前去。忙陪你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呀，为啊你老弟弟是好女儿，我哪里会生你的气哦？哎，走吧。弟弟慢来，想先与关帝姑庙，昔日里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在人前立下誓愿，如今带我前去做高人礼。哦，是也好，走吧。
天哪！家常体不易，为王爷呀，举人生意。苍天你为我不配意，菩萨你为我不理，一把苏山中转生意思。做回忆要去身体。女儿，时运不早，我们要赶路了啊！弟弟，女儿还有一事想商。什么事3月中，有人替儿写下了冤枉大状，还望弟弟尽了督天大人，释不正常才是。这个哦，预料，将你的仇
这些余牙之中，既要多天大神，当堂必输给家，你的仇去呈上了啊！谢弟弟带起来。哦吼！
带上将，上将上堂，来了。臣见三位大人，万无所在，一人带到。是。外务速赛上堂，哭茶园堂举目光。来，正好比鱼儿落马，于是乎为错。但愿此去为国亲政，加特你的死罪，走吧。万无所在，一人带到。万无因我不得起头来，有才不过难头，使你无才得起头来。是。哎呀，我这里举目来观看，果然是苏山生源当路茶园，一霎时不与我魂莫语。我心中好事来聚餐，大人才进了，贵是有病。都城二位女兄观望，这是有点头昏。请问大人，此爱可闻？此乃是谋杀神明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怎能安定自知？是此与我大家同生。外部可有上？咦，呈上来。父，问你可有上？你说有，叫你呈上来有实物。这是我到了，分明是个尿路，来，用意。起来！大人，万物空上被人睡去，故而藏在家内，请大人开一些之恩，将万物当当撇手开家。万物总是纠结，也可瞑目。请问大人，此因可灭？灭
陪下。杨昌，32领为分。外婆早上之上面一夜诉来，大人用笔。你看成月郎城有何道理呀？分明是不调不来，用意。哎呀，大人家子子都是神王公子归家子哎，本院生的是谋杀亲夫冤，谁要听你院中归家之事？哎，大人啊！此来听说要审，要问。好，两毛上台，廊下伺候。审哪？问哪？不与他初次见面3把年，七杯香茶酒同生。你说
的快卡，何以见得？初次进园，查领300两，岂不是大大的快卡？哎，哪里是大大的快卡？分明是王门之主，全个败家之身啊！依我看来啊，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大的夸卡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。哎，叶兄，大人是算得，我们就是算得，就是谁的？算得。讲讲，公子儿子把元吉，带来多少银子？再把3万6千银，这个总是了不久。园中弟子1年里3万6千两花回城啊！每园中未到1年，3万6千两几已化为，难道你吃的银子，穿的银子不成啊？哎，叶兄，想他园中另外是有花费。你怎么知道他另有花费啊？这啊？这，哎，叶兄，这上纸上面写的是花费耶。哦，是上面写的，不是大人自讨的。好，那你我就信信他的话费啊！讲。西马金杯玉玉章，玉马彩冠玉彩皮，也用不了这许多。满目儿女公子长，欲改了一如百花的，恨的是王八老儿心上恨，父王亲将公子官成了进园门，王公子花费3万6千银，在园中历时1年整，却为我将他关出进园门。真都怪马儿死里不承恩情。好一个狠心肠的宝儿啊！铁心上的王八，遇见了这刀用的表看。公子被关出了园，哪里坏事？怪王庙里把生辰，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身大文人去看精神。快点接到王公子啊！我与他过庙后天送香会，道断痛哭在如今，在人前定下生死门。啊，聂兄，我看呐，刘大成倒是有力气的。何以见得？那王公子穷出了跑，衣衫褴褛，刘大成与他再是旧情，岂不是有力气的？哎，哪里是有力气？分明是草本之物，虚情假意哟！穷
度落帕，再续修订，定下了孩子三门。二位爷兄，那牛当成苦算得一种女生。大人说算得就算得，就是谁得？算得。讲。当发公子去观看，生他名字为王金。好，他一之前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一来300余两。哎呀，对呀，在这黑夜之间，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一来是不过300余两。哎呀，大人是什么？难道这二位爷兄，我是那王公子啊，初见所见300两。300两。二位爷兄，我们升下去。讲。自从公子为南京，我在南里长有病，公子非我不娶妻。若当村立子不家人，你说立子公子立子不娶妻，若当村立子不家人，自三去。娶了不家人，我不本哪里会答应？你是孩子不家人，真良语，家与在心深夜里。对呀，你是烈子不家人，真良语，家与在心深夜里。哎呀，大人，那一日署长来召集，院中来了生意里，他与宝儿掐起身为什么巧计？红皮书山的家信，收到公子心得中王帮一名，他人接我为暖情，一在就此披进沈家门。你在沈家吃了不久，沈家吃了半日，那必是他娘许多心。因为呀，你送上门下来是10年里，岂看来恨一生，岂空留
红洞元帅会一千两，夜月分赃800人，上当下当40般，这无情的班子，无奈用人。你可曾造人？坏无本道不招人，大老爷呀，即便当断了无数根大人，为何一时不为？莫非是救命不犯了？神啊，文啊，苏珊，你的节中死了几载？其中死了1年里，我有人接力退亡，谁来退亡不与人儿？王八宝儿你，王八宝儿负忠义。那你的仔细看王公子呢？他与我庐山夫妻有情谊。也就是有王公子，你可认识？一日实有王公子，青纱给你真得亲。只怕他头戴乌伞，身穿大袄，不能相对领用。啥能见得公子面，终是君前也关心。哎呀！苏山堂上去求情，好是来见才高兴，他句句都是真情话。岂能贴在心上还无情？是当下为来相守，我把调调不用情。苏珊，你的爱情本愿已知，但等身份清楚是为水落石出。你暂且下去吧。是。这堂官司为容易，若当趁这在放宽心，谢大人，哎呀，这大人好事我求情人儿，莫非是我那三郎的公义？是公子去给江湖人儿，王法调调不用情。我有了，我才
常在失去此心话，看他痴情不痴情。哎呀，他人若当成好比花中人，你找何来？王公子好比避风采花心，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玻璃分，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蜜蜂一去却无音信。苏三，你万不跨车远去。是。哎，大人，二位年兄，想那玉堂城恰是冤枉，明日里当并复此案。应付此案，哎，理该是此。退呀他！去，去！想我王金龙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到处打听三姐下落，想不到三姐却蒙然着，不拔之冤，我就是拼了这顶乌纱，也要得救于他。你当成发明之道，岂落得今日？身为不法行为，竟娶了一花女子为妻，又是何为体？只有大人，命我外事上也灭罪深长。聂兄，此言错也。错在哪里？自古官场是西场，接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聂兄何必故于认真？这想那王金龙得中功名，归为境外，你我位在他乡，从长只怕不离。这就是告到了他，这八府境外也不会向你去做。聂兄三思。那依旧他人之意，那刘大成既是冤枉，你我为他平复此案，可是刘大成神水太久，惩戒于他。这样一来啊，你我倒有高升之望去。乡人难，叫长来讨解。谁呀？前来团结，看我什么事？探望三姐。这里什么三姐四姐没有？哦，探望牛堂城啊。你是牛堂城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哦，
原来我是王伯的儿子。哎，哪来？你尽管要我，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尽管要我，要当成弟弟的银子。哼，今天就是伯父请我来，老娘我也要他的银子。既如此，就请妈妈应过方便吧。看你到晚上15，随我来。让船跨出来，一人前来团望与你。一生传欢鸟当春，惶恐端出进门。想我父亲与母亲，谁来探望死后神恩？满腹一段相信。老臣，一人前来团望与你。赛郎，三姐，七赛郎，七三姐，我百世交情来自亲啊！嘿，一个三郎，一个三姐，你们想什么气？分明是一对夫妻。哎呀，既然妈妈说破，就请再应过方便吧。看你说的苦力，去方便你们吧。三姐，赛郎，三姐，三郎为生8年经，不能相违，家里人生意到此来清水，望进公婆子我一生公子不传恩爱深，富贵不忘旧时情。可怜我月不把早夜你要与我把缘深青山间放宽心，我宁可不要这顶纱帽，要救三姐成牢门。哎呀，不好嘞，女朋友们打着起来走赶来了，侬快吃下。这两位大人来了，我先走了，明日理当禀报此案。哎呀，你说人尽管谁此定律？他是牛道成的弟弟，到来做什么？今天团干。哼，生意推荐又是军里来，将他拿下。且慢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只有10了。我乃是北府境外王金龙。尽管冒充新贵大人来呀，他早等上去看过明吧。这，哎呀，大人，我要救二大人，我给你外不婆。知人不人。哎呀，小丫头老呀，小丫头老呀。北泽镇有事寻找大人，不晓谁此相遇。
三姐，快来谢过二位大人。多谢二位大人。奇怪，被这真有将刘大成一位并非了解，兄婿曹国生平时已经捉拿归案，请大人批示。好，都是二位年兄。被认为要做个野人美人，逃避细究。哎呀，三姐，快来谢过两位大哎，妹。起来，府中已经备好酒宴，祝大人团圆自喜，请大人夫人真来更衣。谢谢各位观众，哎呦，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